王忠，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啊！是吧？可有美的？你包有没有美的啊？少爷，你这里。哎呀，少爷，你饿了啊？不，这里有包我能走，快吃吧！王忠，此话没有美的，这文钟是哪里来的？啊，少爷，你不是晚有一天来山吗？是我拿去叠了些钱才买回来。骗我！那件蓝山前天被丁子东滚出来的时候，留下一点子忘尽了。这文钟是哪里来的？你谁呀？少爷，我看你2天没有吃东西了，我心里不忍，深夜间乞讨。你少爷虽说一时有过，也是官为人家出身，谁叫你去乞讨的？少爷，总不能眼睁睁的我是在影响他的哟。吃吧啊，吃吧。岂不闻古人云：我是了，你呀。少爷，月妹，说说把书生扶上出去。老人家，快把你家小公扶到车上去吧。这样好心的小姐，我是真心大名啊！你们老家姐姐呢？她就是这来阳山中赫赫有名，名况娇贵矣。多谢小姐，求你大恩。哎呀，老人家，总是天涯冷落他，相我何必深相守？
呀，真的忘了向二位请罪，是这里呀，对不上员工，对不啊，什么都会忘得精光了。你真要无声啊，你无声，我要帮你了。等等，哎，你等等呀，我跟你说，你好了，哎呀，放心，不要把孙贼子就收回了。孙贼子什么没有了？哎呀，这孙贼子那个师妹的母亲，这师妹唯一的机会了，可不能对了呀！得那个大家来找找，快来找找啊！来找，不用找了，孙贼子没有把这孙子了，是姐姐把他藏起来了。哦，藏起来也好，要是真的对了，我这就收回了，那头回忆来不及了，也对不了3百万，我把它藏在最可靠的地方了。哪里呀？上去走不啦？又是你这块，这难道是假的？你看啊，世界呀，连最心爱的双孩子都送就忘亏了。哎呀，上元不配上元姑，真心生于痛。你原来有个人啊，师妹，前几日你家竹妹哪来的首饰？通我前去点没？我想这些东西你也来之不易，还是留下吧。妈妈有人要钱怎么办？妈妈那里我已经应付过去了。儿子，再怎么死的，你留下吧。儿子呀，你真是世界夫妻不心痛，要你心痛啊！翠蓉，师妹，翠蓉话虽难听，却是一番好意，都是为你着想啊。
你去考虑继父，他是非三困倦，与我。娘子是啊，时候不早了，快些来安睡吧。只是娘子稍等，小生来了。下去不好，娘子，这本自由怎么晚不睡呀？郎君不在，我怎么好安睡呢？你在做什么？做政治。什么政治啊？是一上面嘛子。是谁做的？你想我还为替别人做嘛子吗？我不是有了许多嘛子也做头用啊。过去你深夜用功，两太岁了恩气，时常不能。哦，前几天
我现在张大夫那里去来药方，他在此病这法可无此药。我想可不能再罪害人，需要面马无腿才好呢。娘子是此天天小生无此奈啊！好了，快吃吧。娘子，还是你吃吧。哎，我不饿，你吃。娘子，昨夜唱的曲子真好，今夜再唱一遍我听听。哎，夜深人静，怎么好唱曲子呢？你不唱，我就不去。好好好，你快去。那么你去唱。娘子，我在你家陪2年了，娘子对我的恩情曾经当作宝，此番实得告终，定及娘子紧紧同享荣华富贵。王啊，你如今这样谁也无辜，为的是荣华富贵嘛。言道得好，十年长下无争恨，一举人令天下了。一旦做了官，我就什么都有了，那还为的什么？
娘子。老爷，你们在此稍待片刻，给老奴先去带马。娘子。
母们说怎吧？我叫桂英，年方20岁，自与王魁结为夫妇，生死无后，永不离心。稍为此事，常人哭恨。娘子。相留就不离去，此番可是告诉，引起桂英进京同相约啊，可谓此日永途刀法。面容情思也有在放宽心，望郎一方一心生。你带路万送到边境，此一曲女渡寂寞思乡意，见此法与日夜归。这夜流情似雨大流金，明的挣扎不离身。马已经备好了，准备在家好好自理呀，好自理家，什么高中教母以为知道了，娘子。你要保重了。王郎再苦心再听他愿随
西上员公，喜从何来？上员公，问老大人有一情景，十分英美。问老大人愿与上员公即为进京之好，不知上员公意下是何？蒙混老大人见十分困急，此时下官家有糟糠之妻，怎能亲自不便应用？万请刘老爷好言为行。上员公不起糟糠，怎配过京呀？此次下官高兴了。蒙受。刚才刘老爷到此后时，我和老大臣千金作媒，去哪家相公作媒呀？这玩用问，这里把你是为不他的下官家有糟糠之妻，请他好言为行。对呀，少爷真的是有名气的男子啊！哎，此次就该夸夸些少夫人进京才是啊！启禀上元爷，李老爷到，有请。常员公，向常员公，人才给事堂堂一表，都有一位美貌艳的妇人相配了。今日下官得地为常员公做媒的。就趁老人想切记领子小姐，她生得这份美貌艳容，倘与常员公匹配，真是神迹天上生生难得。常员公，你不会推死的了吧？人生老人相敬爱，此时有生家有糟糠之妻，十分恩爱，怎能亲自不便应？哎，张员公家中的夫人是哪一家的女名千金啊？是惭愧哦，原来是此常员公家中的妻子是平常人家出身了，那也无妨啊，多多送些银子，叫他在园中度日就是了。李翁似乎说出这等话来，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何妨若是临别之时，甚与这精神才人间名字各不相离。有道是生命不可欺，婚姻之事请休在一起。张员公不起早考，真是难得。这是在京城为官，倘若被朝中大人们知道，常员公的气色是平常人家之女，那岂不是大大的笑话了啊？朝中大人的夫人出身寒利罪不少，这有什么可笑的？刚才和老大人已派人前来做媒，我已好言谢谢了，神父这门亲事也难从命。好啊，官家的亲事举结了，正好等于臣家的亲事。张员公啊，
你可知道，陈老丞相你是长远宫的顶头上司。张元公，你不要顾罪最好呢。此次李翁请位，拥有孙三世。哎，三世老爷爷，好，高才，高才，高子，奉送。神教，神教。少爷，是在李老爷的茶上带我演讲，李老爷是替相府做媒来的。你怎样委屈他的呢？不用你问，我给你答应这么亲自了。下去。好呀，少爷呀！就一把无酒美，他为你秋叶无米的精彩，他为你集美行中早成贵，他为你多日面前把辫子，是这样心生死海。你该召见少夫人比主人，小夫人呀，吃不破可怜用啊，把良心自己糟蹋，太光阴。心事无论猜，我岂不知他为我把无酒美，岂不知他吃上上面点精彩。不自由，素不贵，饮无富贵。真是可以用我变心为，是今日就在无法要女会，比不得你苦好的永远不用少一个字，且用力自如的把口开，少用下去。张元义，张老爷辜负，平时他也是神父的人，他来做什么？不仅又是与我有情。
张元公，实在利用谋了丞相之命前来的请，念道张元公不起早考，因此不便答应这门亲事。老丞相听了是十分敬佩呀。不过丞相帮得张元公的妻子，不但是出身而美，还是明狂的野花女子。此事要是被人知道，张元公你的脸面糊成呐！老丞相是为张元公苦心，因此命下官再来比亲，张元公可切不再陪嫁的喽。哎呀，他们是此相彼此是好啊！见哦。祝夫人婚期虽若命苦啊，他原是四相门的贤德的好穷才，如与他患难相逢甚疲惫，并起再去不编下了本王的那是今你功不成名不去，不为你深夜怀藏辛苦真比得月里
为难的是你啊，张月公，你为我读诗成名呐，此事令有神经太亮啊！张月公真是太书生气了，这种年华女子懂得什么恩爱，多送她几百两银子也算是对得起她了啊，多送她几百两银子也算是对得起她了啊。此事有神明的指示，正与他在海神面前明故事来，闻听那海神十分灵验呐。哎，海神管的是海，怎能过人间婚姻之事？再是张月公，乃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外，下家的海人，怎么管得了你呀？管不了，管不了。此事匆忙之中无有新闻，借翁请为该是谁来？张月公，张月公啊，张月公，你看这牛身材不是最好的品货吗？这牛孙才哦，张月公，在下不记名在报，对之是善，不在乎张月公的品货心中。张月公可不要再自逆了。张月公，高知，高知。张月公，高知了天父对张翁讲，恩爱夫妻父亡娘，这真是传到江心，马陵烟上。王奎知得很心肠，一封信寄予民妇啊，教育教子女娘啊，一是王奎良心高，一方面正太上有人了。名字罢了，希望太多人尊美呀。念他与我2年恩爱，待我的小事一事。第一年子若一归，休将不应冤枉亏，只因教贼张得流，真相穷流若愚贼。往走哪里？不能进京，真是哎，这就好了啊！哦，老母这可气人。哦，少爷，你万一什么话要为兵少夫人无忧啊？心里写着明白，少爷，我是多难了，多难了哦！来让家属到，下属真不才，书信下在客店之中，是那店主亲自送来，小人已当和他为师了。下去是。为因被击王郎清仓。
还有小事一事。上个神姑进修下，才让得以真书啊！谁知叫人有鬼看，是去诚意待机啊！娘子好精神意。结果也辜负去，这明明是来救鬼影的魂啊！
手下，名字就没剩下。哎，老公家，少爷身体可好？真好啊！啊，可是少爷亲自查你来的。这是少爷亲自查我来的，迎接少夫人即刻进京。老公家，你一路辛苦了啊！姐姐啊，你快回去准备这菜，今天晚上你我姐妹喜上的事啊！老公家，一路辛苦了，好在我去歇歇吧。稍好啊！姐姐，快念书吧，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事。忙什么？哎呀，你呀，早年过节早年没的心，我们怎么可以听你？哎呀，算了，反正心里面啊，总是些好听的话。哎，我们还是回去告诉妈妈，先替她准备营帐，好让她到京里去望望去姐姐，我委屈了，不要我们妈妈不可，看她玩马不嘛，姐夫穷，姐姐闲嘛。妹妹不可是此啊，舅妹，你快回去整顿营帐，明日一早，你我姐妹一同进京。姐姐，去吧。姐姐，你啊，为姐姐个黑人，即刻认为。姐姐，我在家里等你，你要快进来啊！知道了。王魁见机，跪祭长子。事必记在今，教应得中。王臣老臣相召集，即是等你。既有新婚难见绝呀，等你王中送万银200两，以报延吉2年恩爱。必子女已归，须将不应愿王魁，只应交在张德吕，真相君女有一
是花灰尘。风雪天，俱往归。我与他平生相梦，几曾婚姻。2年整，我问他每夜的苦毒到3更，王魁上京把事应。我一人与王魁同在神仙，八字明实此望生死我不与他共，宁随自笑，此人自面不王魁他中了常女就忘了本，他经过并且再去与主心人200两银子奉信还等我上天无路，实地无门，实在等万姓出，神人公开，皇上圣旨正义视察应与我归应。的文灵与我作战，与我作战，黑人呀，我总是忘记也关心
怎么？我可数了半天，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莫非去你的人太多了？你忘了那天我王奎这次命死了吗？潘官爷，请你查一查吧，查明白了，想给人也为比赛，夸夸把那王奎。怎么？你也不理睬我？那天我王奎这次名字，不是你我小贵族竞争的吗？小贵哥哥，你记得吗？记得那天我王奎这次名字吗？怎么？你也不理睬我？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哦，我明白了。如今王奎逼不得已间，他中了对名状元是天子门生，又是丞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你们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家贵人一无钱，何如是？是个烟花女子。我给人家无因名在我可说不黑人呀莫比你国上不管生死岂不问生死风不息十分欲望快在神仙挖下思念为心太阳可小为干一杯心门啊
人爷，你不给王奎与我对阵，你怕他，你不棍杀他，你不在我的场子，归因此冤，也无此可生的了呀！我只有一条死路。我虽是死要，也要不拿王奎。到你曾经对
离水不去，泥水内外为。喂呀喂，三关峰，长山峰，是群仙在那沙山岸下，把命啊催走。高云龙。宋公明武二郎8条藏你不为，王国芳日子见是狂刀如水，原来是王府东去报效子嘞。往左边城女军想起了东汉时转弯山寨赵娘金发宝图扫光不的问耳边响一声声财财光出，公公爷，这是什么生意？
叫三杯，故言暗语归隐，一怪儿叫贼。说是啊非，再将家子砸狗为你的王魁，他在那水位路上啊站上作对，杀得我叫子女孤孤单单凄凄凄凄千里万里。哎呀，才呀，今夜晚管教你到城西我来此一时相负，将归你在此稍等，我领贵者这那王魁去走。判官爷是心机，岂配一位？你是我生太多心肠太软，独自为两年间无啊贼，判官爷须归隐，先去死脱啊！他在外面真心切，我情愿虚伪。
就是他的对比神息都没有关系。他要判官呀，他们是北京人，扛不莫的，我定要将他的命来走。自从修了
子女，我精神光复也这的，这也是王魁不得已，过了多情教日子，2年间他与母共成的3根灯火5根的，谁知生理生死的大半的恩爱真正中的，但请那名声高到了草谷里，是啊，嘿，下官名什么文色不成，去请那名声高到，与那教子多年几准进门，也是了。叫他与父母亲人那有义气，人知道了生情以外，你现在又是凄凉了。宁愿已经成生的，让来战争之的，耳边像流进的风生气，望春望望的佛心，四面下面是谁来了？你是谁呀？谁呀？不是人，是死因啊！我比我女子生归了，不因我闻声起之。万事归真之事不可平心，众人有归，吾王魁乃是论之婚大丈夫，又是天子的门生，怕他这人马上王魁太稀奇，为了贞观把长乱起。是他为我今夜有门此生。听不见了，我必是我今生光复数字，切日
到此地。平时我那的夫人，今夜备了上好的酒菜，与下官上路，像是等不及亲自进屋来了。只是等你夫人我忙光难及，哎呀夫人，小丫头来请你就是了，有必要你亲自来呀。画面叫开门的是哪一个啊？是我啊！你是谁呀？我嘛，是我啊！是夫人么？真是，你说是夫人来了吗？孤山是你夫人啊！你家亲，来了啊！这真是闭门不知不有傲，开门明得贵美来呀！今夜又是谁好？这是风大了一些，将灯都吹灭了。吹灭了也好，是我夫妻在来养的自己，不是市长吹灯赏月的嘛。这叫夫人生要失效，你怎么至于一人倒过来养呢？啊，夫人，请啊！夫人，请啊！常员公，你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我夫妻来养两者相亲相爱，难道简不记得了么？当贵呀！是人，真是贵呀！你不是叫贵吗？真是为妻老王真正来养为人道，你知道我的所幸，就在害人了儿子你生死了啊！啊，那是他做错了，我不曾是。哦，你不曾是，不曾是，当真当真，故作果然不曾是。王王请来看，我不分明是你的贵因啊！那么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啊，千里迢迢，往往来的，难道我是来不得吗？你来做什么？你来闻得郎君告终，带来何喜呀？唉，是个婚姻，万无的什么事呀？儿来嘛，我与王啊送牙房来了。牙房？什么牙房？哎呀呀，王郎啊！记得你
健康，保佑你上京府司命衣金榜，在长路里来呀，为今50牵挂也在梦想，唯恐你去避再无法，我是千里迢迢来送呀。在风尘，今人我怎能为他一片心？怎奈他原本是清流神，也发挥怎能在有于经文，今朝来我家人一般son呀，岂不是本书精心先生？贵人，不必送你再发，也放不入了。怎么也放不入了？贵人，你还是回去吧。你的人生送留你，这是为世俗而成于无奈。你回去吧。王啊，贵人千山万山历尽艰险而来，你就收留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贵人，我知道你是个好心的女子，人傻在此，要是被我那夫人知道，那完得了哦。既然你与郎君当日相爱，我死不在家，我常受宝儿的当骂，姐妹们的讥笑，如今往往告终，为妻烦躁许气，我啥是委屈，不但在宝儿的距离难看，甚是那些姐妹们因为一股一股的奚落于我啊！贵人是看我明冷落樱花，我自就忘了，收留我在府上做一往事情。我也三观郎君大恩大德。强势受宝儿一边在交给你这苦的滋润上吊，不光他
他并不清早。王郎落到归隐为缘分，我此今一定要闹去，总算是我无法做起因，常愿公能开一心难，谁用我在府上做奴婢，常我让君子成文，我世间我自忘，一万来我是铺上几笔李清真，王郎为奴为兵我死官员，我面人异乡在欺凌，王郎我欺负你万多年，万年我是孤苦伶仃少情人，啥许我谁常把你容颜呀，最好是与歌唱，美与阳光你早曾经他苦春的雪苦儿女，本来我算高将士，难为谁啊？勇气再去我有谁？跟你讲将去做却谁惊那一生？如今我今在不留情，今在留情是留根。如今一句不必多言。为啥这不委屈？我就要问你和茂人滚请市场相不之成。既然我做奴婢也无此不问，记得你在今世纪，我在你亲死的你，是今晚在身亡吗？这是你的头发，还有那肉孙在哪？肉孙在我不是对你讲了，那肉孙在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心了。为啥要万年没过去，你也是死了？那肉孙在是我母亲的你们，不像你呀！不知道也，叫你把你50两收为累养去吧。你因你是无家可归的人了，那么就你望进50两，自你们屋去吧。怎么事到如今，还要我交归隐再落风尘呢？你的余生何人呐？哎呀，桂英啊，今生是我有了你，原来生于你走起死路，从结把手，不嫁不喜，我对天明示，名字王奎，你那是爷爷死了一个叫桂英，你还想这是一个叫桂王奎在此话令人发火，三我到来时再见。
人在此指望你不人接生，进入这朝你也是不想你丧尽天良。哎呦鬼，你不要来想我明天去请那名声高道曹多与你早生请假呀！我不要早生请假，我是来找你回来养亲吧。现在不行，现在不行啊！原不行，现在我是神，你是鬼。